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邀请你将你的手边会影响你聚会亲近神的东西，先将它挪开，或者是关静音，或者是离开那个地方。我们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来亲近神。在每次我们聚会的之前，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用祷告的心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恳求，你是全能的阿爸父神。许多时候我们不了解，许多时候当我们的生命，你在我们当中要成就那美好的心事，我们晓得我们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新的生命，接触新的事物。但是我们会害怕，我们不了解，而我们宁可选择我们静观其变。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相信这个时候是你要再一次让我们重新认识生命的机会，也是让我们能够再次与主你连结的机会。愿主你再一次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你与我们同在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你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在旷野的时候，你要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之地，你要为我们开江河。主啊，我们晓得这是你要带领我们走过生命的难处，你要成为我们的主，你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愿主你再一次赐下圣灵的帮助，来帮助我们，来大大的感动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走在神你所喜悦的道路上。谢谢主，我们要将以下的时间敬拜完全的交托仰望神。愿你的圣灵就再一次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计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何等的渴慕你。愿我们的声音能够成为馨香的活祭，来赞美你。开启双眼，仰望神的荣耀，扬声欢呼，赞美荣耀君王。开启双眼，开启双眼，仰望神的荣耀，扬声欢呼，赞美荣耀君王。我们对主说，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称颂你。开启我们的双眼，开启双眼，仰望神的荣耀，扬声欢呼，赞美荣耀君王。主我爱你，我赞美你，
你，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称颂你，主我爱你，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我称颂你，我敬拜你全能神，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和平君王，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赞美你，你是我的公义，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再次对主说，我们敬拜他。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和平君王，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赞美你，你是我的公义，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全能君王，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赞美你，你是我的公义，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乐意来亲近主，来敬拜你。但我们恳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让我们能够向你学习你的温柔，学习你的委身，学习你的顺服，让我们谦卑的灵能够在你面前得蒙神的喜悦。主啊，当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开口大声的来赞美主，因为你是公义的主。在世上，当我们敬拜你，让我们看见你不仅是全能的真神，也让我们的心中能够以主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主的样式。主啊，谢谢你，当我们在你面前再次来开口赞美主、祷告的时候，恳求神再次将你的怜悯
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为主而活，得着刚强的力量。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我们对上帝感谢的心，也透过回应的行动、奉献的行动，能够见证我们是丰盛有余的，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得蒙神更大的祝福。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在这边，牧师来介绍我们大桥教会的相关的内部消息的报告。在本主日明天我们是新竹圣经书院的奉献主日，那也期待我们能够继续关心新竹圣经书院在做门徒训练的场所，甚至能够更多的栽培带领更多教会需要的同工，他们的生命的栽培的当中能够得到坚固。所以我们能够一起来关心新竹圣经书院这个地方的相关的行政，还有许多的需要的经费，我们一起关心代祷跟奉献。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六，我们教会即将展开社区音乐班，也邀请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来为我们这些同工还有学员来代祷。那求主能够在音乐的培育工作上面带出更多福音的果实。那我们在10月13号，我们要举行第5次的圣礼典。那我们在当中12月1号，我们会举行洗礼如果你有
预备新的弟兄姐妹，也邀请你在私下来找牧师报名。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上帝造的真智慧。邀请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你在圣灵的感动中，让你看见主的智慧。愿你在圣灵的感动中，看见主的智慧。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觉得人一生当中我们都知道很多环境都一直在变化。那曾经在这个有一份研究叫做周日见，周日见参加周末宗教仪式对情绪健康的影响，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因为特别疫情过后有些人他就不去教会了，大部分都在家里，为了怕感染那曾经在美国借由这个2800多名的这个美国成年受试验测试为期2周持续的这些监测发现稳定参加聚会，还有每周固定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都产生一个状况，就是他们正面的情绪就增加了，然后负面的情绪就减少了。所以呢，相对的，只要不是有稳定信仰生活，在参加聚会，然后时常来到主的面前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个性这个个人的情绪健康其实都不是很好的影响了所以呢，是否能够稳定参加聚会，其实对于整体的现在的趋势、现在的社会，其实影响很大。当然，每一个信徒他能够稳定聚会，有很多因素，可能有包含他对教会的礼拜程序熟不熟悉啦，有些时候是讲员牧师讲道的风格啦，那还有敬拜赞美诗歌的风格啦，还有每一个信徒的那种热忱多多少少都会影响。那普遍呢，我们在指的他做这方面的研究是，只要针对这方面，其实都会必须要面对几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几个。群体每一个人都在面对这些问题。那各位弟兄姐妹、家人朋友，当我们来到上帝的教会，你觉得这个圣殿，当我们亲近神来敬拜他，你觉得你有感觉到受祝福吗？我们来想这个问题，来感触看看。每一次你到上帝面前，来到教会，你在服侍你一定要去想这个问题：到底我有没有感觉到那种幸福感、被祝福感，甚至有那种蒙福感？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在这个诗篇84篇1到12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上主万军的统帅我多么爱慕你的居所，我多么渴慕上主的殿宇。我用整个身心向永生的上帝欢呼歌唱。上主万军的统帅，我的王，我的上帝在你的祭坛边，连麻雀也为自己筑巢，燕子找到了安置雏儿的窝。住在你殿宇中的人多么有福他们不断的在颂赞你。依靠你获得力量的人多么有福他们急切的要往锡安山朝圣。他们经过干旱谷，它就变成泉源地。秋雨配降，谷中处处池塘。他们越走越有力气，都要在锡安朝见至尊的上帝。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垂听我的祷告。雅各的上帝求你侧耳垂听。上帝求你看顾我们的王，求你赐福给你所选立的君王。在你的殿宇住1天，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我宁愿在我上帝的居所守门，不愿住在邪恶的人的家里。主上帝是太阳，是保护者，他给我们恩惠光荣。他从不留下一样美好的事物，不赐给行为正直的人。上主万军的统帅，信靠你的人多么有福你是一个信上帝的人吗？
是吗？看起来好像大家不太喜欢哦。是啊，信主的人多么有福啊！你看他从头到尾都在讲，好像住在教会，在教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去到教会就是可以，我觉得很轻松，因为我觉得我的家庭环境都是在这刚啊，然后这扛魁做很多工作，所以只要能够去到教会，我觉得是一种很放松的事情。就算放松到睡着了，我也觉得很开心。所以每次我去到教会，我都会觉得，我会去想到好多，我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住在教会，那该有多好。的确，我现在真的都是住在教会，可是是侍奉神，是奉献给上帝，然后完全的生命就是住在教会。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这段圣经节，他讲到信靠主的人是蛮有福气的，而且在被赐福的人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蒙福的人是多么的有福气。阿们。是因为他住在上帝的殿中。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为什么牧师时常会告诉各位，我们时常要看彼此，看他的生命有没有喜乐，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看他的生命有没有盼望，还是他每次这个礼拜来也是一样，下个礼拜来也是一样，几年后来了还是一样，那就没有帮助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学习有一颗像在传福音布道的一种精神。看到人就要觉得，你这个礼拜好吗？怎么了？哇，你遇到这个事情，为你感到难过，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对不对？这就是一种布道啊，对不对？就是传福音啊。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了解，其实上帝造的，其实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不能没有智慧。如果你信上帝，可是你做什么事情好像就没什么盼望一样，好像也不积极，好像也不渴慕，好像就很随便，那我觉得这样的生命不是神所爱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经里面有几个，我想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的所罗门王，可以说是真的是有很多的智慧，但是呢不见得哦。来，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哈，列王记上，我没有放到哈，好，我牧师没有放到，牧师来念好了。好，列王记上4章29节到34节，上帝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那个子安帮我先找一下，列王记上4章29到34。好，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以探，并马邑的儿子西曼、甲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列王记上4章29到34节，特别讲到所罗门王他的智慧。哇，他讲到什么？他讲到他的智慧是像海沙不可测量，而且他甚至很多国的东方人和埃及人比他们都还要超过他们的智慧，甚至呢，他的智慧胜过万人。有4个人，以探、西曼、甲各跟达大，是当时候出类拔萃的智慧人。所以呢，所罗门王他还会写箴言，写很美的语句，有没有？所以有时候牧师有时候在教会我觉得我们教会好像也有几位很会讲那个很好听的话，那叫箴言了。可是讲那些生命的箴言，我们又要怎么样去亲近神、敬畏神，那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从所罗门王，我觉得他的智慧真的很多人都会想要从他身上去得到智慧。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会很想要来到你面前听你讲有智慧的话，会不会？有吗？等你大部分都做父母亲就会了，对不对？那个孩子就会就问嘛，对不对？爸爸妈妈，那个该怎么样？那个怎么样？
很多时候我们在那当中就开始学习怎么讲话，好像老师在教他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好了吗？好，没关系，直接帮我播放就好了。好，直接帮我播放。好，下一页。圣经里面不仅所罗门王在旧约里面谈到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新约里面耶稣也谈到所罗门王，他特别提到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耶稣谈到上帝的供养，不用为了生活，为了什么每天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其中有一段话，就是马太福音6章29节。然而我耶稣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代表他赚取了非常多的金钱财富。他说什么？耶稣说，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已经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其实不管你是有智慧，还是多么的有什么荣华富贵，我觉得今天牧师要带大家看的一段圣经节就是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有看过传道书的人一定会觉得传道书讲的都是讲虚空，人的一生就像虚空一样。那很多时候我看完我都觉得说虚空，那我们干嘛还打拼呢？对不对？反正我再怎么打拼都是虚空嘛。但其实所罗门王他写这一本书，他其实重点不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他会被列入圣经里面很有意思。传道书这本书希伯来文原文书名是 Koheleth， 意思就是说聚会召集人，在聚会中讲道的人。那特别在传道书里面，他讲到所罗门王他特别有资格，因为他是圣经里面可谓是最有智慧的。第二个，在人里面他也是被赋予看到是他荣华富贵的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他来谈一个人的人生，凡事都是虚空，怎么样？是讲的最有道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他讲的不仅有说服力，但是圣经里面上帝透过传道书，特别把它放在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所罗门王他要指的传道书里面，告诉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神，一切都是虚空啊！不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虚空啊！如果你的人生没有神，真的是虚空啊！牧师曾经关怀过很多，不管是年轻人、弟兄姐妹，我觉得每一个人我都是付上许多的代价，愿意的心来陪伴，但不见得所有的人会愿意这样来回应牧者，甚至会愿意听我跟他讲的福音。而最后也有人曾经怎么样，他也不会去教会了，他会好像暂时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会离开。那我都不担心，因为我都时常为他们祷告。我也期待他们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教会。为什么？就像圣经里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所罗门王他一直在强调一个，没有神的人生一切都是虚空啊。也就是说，即使你付上了多大的代价，赚取了金钱，赚取了名声，其实这一些人的一生都是虚空。真正的有意义的人生，是唯有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信靠主，你要信靠主，只有信靠主，你才可以得到。我觉得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真的要从传道书第7章。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从第7章的1节到6节，我们要一起来看他讲什么。他讲的非常有特殊的意涵。这一段话他这样说他讲到好名誉胜过珍贵的香水，死的时候日子胜过出生的日子。那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好名誉，我们好像很少在探讨要有名声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名声的东西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当我在看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回想我的人生。我记得我在还没有出车祸以前，从大学毕业以后，我就一直觉得我的名声算是不错。什么名声呢？叫做从外表
从能力，从很多谈吐、说话能力上，我觉得很多人都非常的喜爱。但是那一种喜爱会让我感觉到，这是属于名誉，好像是一个形象，外在的形象。可是，在那里头，很少人，我觉得感觉上很少人想要了解我内在的那自己。所以在那过程里面，我花费了很多时间，譬如说打扮，好，我去打耳洞，我去用头发，甚至去染头发，甚至去很在意自己的穿着。在那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人看到，每次看到人说：“哇，你好特别哦，怎么样？”我觉得好开心哦。可是当我慢慢的了解圣经里面这句话说：“好名誉胜过珍贵的香水”，在指的是什么？这个美好的声望啊，叫做评价。什么叫做评价？评价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讲说这个评价美好的声望胜过珍贵的香膏，代表的是前面这个声望，代表的是什么？它的影响力是怎么样？是比较长远的。那这个香水呢？你今天抹完，你明天不抹了，它还会存在吗？不会了。可是你做过什么事，不管是好事坏事哈，名声哈，不管是好还坏啊，只要是名声，就会怎么样？就会传得很久哦，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有道理。好名声，不管是坏名声、好名声，都胜过什么？不是应该这样讲，好名声绝对会胜过好的香水。因为香水它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是即时性的。可是人的名声是什么？好名声是什么？我们要好好去寻求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希望我们回到像耶稣的形象，有爱，有什么？有主的好的形象来去影响人。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段圣经节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美好的声望胜过珍贵的香膏，代表前者的影响深远，后者仅能够维持暂时的芬芳。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到有丧事的家去，胜过到有宴会的家，因为活着的人应该常常提醒自己，死亡在等着每一个人。我记得我在回到台南牧会，曾经我在牧养这个一间教会，我当青年牧师的时候，那当时候有一位教会一位社青，他有一个孩子，大概只有2-3岁就过世。当时候主任牧师他就说：“委员，你去陪伴，去参加他那个，因为刚好我时间不行，你去陪伴这个家庭。”那我记得我去的时候，看到他的父母亲哭的，哇，好难过。好，他的孩子很可爱，可是他生出来以后，就因为好像白血病，后来就死亡。那在那过程当中，我体会到那个整个的陪伴的过程，真的有一段非常长的时间，甚至有些时候他死后，我们还要去跟他家人，甚至在互动上花的时间，甚至更慎重，有很多方面探讨都不太一样。那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去到有丧事的家，圣经里面说到有丧事的家去，胜过到有宴会的家了。有人在办喜事通常是什么？去一下下，当天就怎么样，很开心，但是呢，你只要去过那个有办丧事的家里，其实你所带给他的安慰，是远胜过于什么？去到那个很开心的人家里。我觉得牧师不是鼓励各位以后那个开心的那个喜事我们都不去了而是说圣经里面他在谈到，当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去扮演好，其实我们的心里面要时常带给人的是安慰，而不是单纯的只是欢乐。我觉得一个人要有喜乐是应该的，但是一个人他的怜悯的心，他要懂得去怜悯什么？怜悯大环境的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教会里面的人有没有爱，从这一点会看出来。从哪里看出来？他只要发现这个教会反正这些事情没有我的事，他就走了。反正他就连理都不会想要理，他也不会想要用心的来参与。
所以在那过程当中，他不知道在这当中在辛苦的人是谁，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父母亲时常打电话给我，都是在哭啊。我妈，她会跟我讲说：“你的爸爸工作多辛苦，多辛苦，多辛苦，你们要认真认真，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终于懂那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活着，不单单只是为了要赚取金钱、学得很多的知识而让自己过得好，更重要的是，你必须在生活当中体会人生命当中的苦难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他讲一个很重要，同情安慰，比起一起吃喝快乐，更能够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阿们。所以第3节他又继续讲，我们一起来读：忧愁胜过欢乐，面上虽带着愁容，却使心智更加敏锐。所以如果你的心有一颗这个忧虑忧愁哦，不是自己时常在忧愁不喜乐哦，是你为看到别人的事情，你会为了这个人而感到怎么样难过？他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他身体健康的问题，可能是工作的问题，可能是课业的问题。我们都要有一颗同理心，就是这样来的。只要你有一颗忧愁的心去看待一个人他的问题，你会发现，哇，我为了他的事情，觉得我需要更多祷告，为他祷告，求神来帮助他。你会发现，你就可以懂得圣经里面所说的忧愁胜过欢乐，面上虽带着愁容，却使心智更加的敏锐。好，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愚蠢人只想欢乐，明智人知道寿命有限。我跟各位讲哈，这个翻译是属于现代中文译本。好，但是呢，这个新标点和合本是写智慧人的心在招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好，而不是说快乐的人不好哦，就是愚蠢的，不是这个意思哈。刚刚牧师有讲到，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懂得人家在哀伤，你的朋友在忧伤的时候，你也干脆都不打电话，也不理人家，反正就让他自己好好的去安静自己。我觉得某个角度上好像是可以，但是换个角度来想，神会希望我们单纯只有这样吗？不会吧？为什么教会？我发现哦，其实我们教会有类似的情况哦。如果不是跟我不太熟的，我们大部分就很少去参加。跟我比较熟的人，他家有丧事，我才去。我觉得这样不太对。在教会的人应该是什么？只要是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谁家过世了，有人过世，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怎么样？都应该要去探望，都应该要去关心陪伴。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他讲的，教导我们，智慧人的心思是放在人生的结局啊，和未来的事情上面。但是愚昧的人，他的心思只会享受厌乐眼前的事情上面。不要，这个太恐怖了。好，又要去那种殡仪馆，好，又要去那种地方，我不喜欢。好，可是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丧事。好，好，你有没有去过中南？你有去过殡仪馆吗？啊，有吗？过世殡仪馆有去过吗？有。好，会不会怕？我以前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可是神让我慢慢学习，真的做了牧师以后，这些事情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另外一段圣经节，第5节。第5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明智人的责备胜过愚蠢人的赞扬，明智人的责备胜过愚蠢人的赞扬。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的是，当我们在这个丧礼啊，丧礼的场合当中学习人生的大道理。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这个责备，不是指责备死者的不是，而是指奔丧者之间经由彼此的交谈和见证当中去领悟人生的道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明智人，
当我们去到我觉得我做一个牧者最常就是参加这种丧礼的时候哈，我们不是在有很多歌功颂德的那个死者，我们基督徒不做这种事情哦。但是有些比较不相信，信仰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稳固的信徒，每次只要家人过世了他的那个故人略历他写了很多他做了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可是写的那些事情，我说感情这样无样，从他的留下来的他这些亲人看起来好像并不是这种生命。所以这里讲到说，明智人的责备胜过愚蠢人的赞扬，代表的是，当人死后，当我们在参加那一种场合当中，我们所聆听的道理，我们是要聆听的是什么？是人生命的道理。所以不要想说，我们每次只要参加这种，都在听那一种，哇，他好好哦，好厉害哦，怎么了？还是说我们自己以后死后要怎么写什么我们的生平？我也曾经在想这个问题，我要去写这个吗？我都觉得说有些信徒他们说牧师那个我都不用。好生命结束就结束了，回到天家，上帝都知道到底他在世上做了哪些事。但是在这世上留下来的人，我们要了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愚蠢人的笑声无益荆棘在火中爆炸的声音，这也是空虚。圣经里面讲到说，愚昧人的笑声和掌声笑声跟掌声只会引人注目，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荆棘在火中爆炸，啪啪啪啪啪，很快就怎么样？它会一直在那边闪烁，啪啪啪啪啪啪，好像哇，好漂亮，好漂亮，会这样吗？不会。我们烟火会一直在那边弄得很漂亮，让你看吗？不会。它指的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在那边欢乐，我们要去了解。所以为什么牧师时常在讲，教会如果我们办任何的活动聚会，一定要探讨到人的生命有没有关系。譬如说，我们来参加小组，我们来参加团契，我们要去了解，看到有哪些人的生命的问题，甚至能够在那当中能够一起分享，甚至探讨。我觉得教会里面我们要挑战看看，我们要挑战看看，当我们知道这一位弟兄，可能他因为工作，可能因为他家庭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能够适时的事前在聚会以前，我们就要去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然后试着去关心他。像我们记得2个礼拜前有一位弟兄有来，对不对？昨天他就没有来了。好，那么我们的小组要做什么？有功课咯。我们的小组就要赶紧，因为牧师没有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的小组就要马上怎么样去关怀。我们的小组，我们现在有人群组是列说你必须要来稳定参加聚会几次，来评断这一个人适不适合加入我们这个群组。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些都是人的制度啦。我们为了避免太多的麻烦，让他在我们这个群组他并没有来聚会而怎么样？可是我们这种做法要小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做法并不是有爱。神不喜悦我们这样做，神喜悦我们怎么做？当一个人他不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邀请他。有人愿意进来，我们就有机会跟他谈，跟他布道，跟他传福音，甚至跟他分享。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欢笑，大家比较喜欢的人聚在一起，那我跟你讲，那就像火中爆炸的声音那一触那个很快就过。我告诉各位那些笑声在圣经里面指的那叫愚昧人。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就要探讨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他的需要，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把福音带给他，让他的生命得着祝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看重死多过于看重生看将来过于看重现在。
注重现实的生活，也要为未来死后的将来打好基础，做好准备。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死后会有什么？很多人认为死了，一死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不如得活且活，不如我现在可以活，也可以欢乐，反正我就可以玩尽量玩，可以享受就尽量享受。可是呢，我觉得你要知道如果灵魂，我们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着。我们现在是活着的人，我们通常不会去想我死后我的灵魂的问题啊。钟然，你会想你死后你的灵魂问题吗？可是如果你的灵魂是会永远活着灵魂是永远活着的时候，那我问你，你的灵魂去哪里？我们的死后，我们人要去哪里？你有没有做准备啊？懂我意思了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好预备。如果你不做好预备，很多时候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很多人他在回避死的问题，他不肯面对死亡，更不愿意去参加丧礼。所罗门王他不是要劝我们胡思乱想，而是希望我们透过思考死亡的问题，让我们更明白我们需要上帝。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要有真正的智慧去看待自己的生命，接下来该怎么走，而不是单纯的享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蒙上帝更大的恩典与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但愿圣灵再次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使我们的生命有谦卑的心，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有限的生命。主啊，当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难处、惶恐、害怕的时候，我们有时会绝望、失望，甚至痛苦到不知道如何走下去的时候，主，你是智慧赏赐的主。我们透过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所罗门王，我们要学习如同所罗门王一样的生命态度。他向你求的是智慧，不是求长寿的生命，也不是求财富，也不是求除掉仇敌那样的生命态度。他只求管理人生命的智慧。主啊，我们也要恳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管理自己的生命的智慧，学习遵行你的真理话语，遵守你的诫命。我们相信你也要将丰富的生命产业赐给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小组，让我们身边的朋友，许多未信的朋友，许多还没有领受呼召感动的朋友，因为我们而来到神你的面前，他们就是生命的产业。愿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信心，好叫我们有传福音的力量与智慧。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目，在需要的事情上面，无论是进到学校，进到我们新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充满许多愿意接受挑战的态度。我们相信我们是靠主刚强壮胆的勇士。愿主你的能力赐给我们，凡与主连结的人，就如同葡萄树枝一样，有生命的养分，得以不断的成长，结果实，行生命的大事。凡无法连结于主的人，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不能做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再次得着这份应许的盼望，也愿主你将生命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生命真正得着那智慧的心。谢谢主，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
同一时间6点半到7点半。愿主的话语，愿主的真理，愿主的福音赐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愿你平安。